響珠海別墅嘅產品已經成為咗稀缺，咁呢一種低密度嘅別墅產品更加越嚟越少。咁現在呢一種雙睡嘅產品咧，已經成為咗市場上面嘅搶手貨。唔知今日介紹嘅呢一種別墅又啱唔啱大家心水呢？橫琴創新坊位於珠海嘅南部橫琴島，左手就係澳門，右手就係珠海。繼港車北上之後，香港嘅朋友仔揸車從港珠澳大橋出發，大概1個鐘就可以到我哋嘅創新坊。咁澳門嘅朋友仔咧，通過橫琴關口同樣可以輕鬆咁直達創新坊，或者可以經過港珠澳大橋之後，都可以暢遊我哋嘅創新坊，實現港澳琴3城共用，可以話非常之方便。而家咧，我哋就嚟到創新坊嘅匯盈文化公館，其實咧已經係一個現成嘅狀態。呢度咧仲具備咗獨棟、雙拼、聯排唔同產品嘅別墅，整體咧都係採用咗地面3層、地下1層嘅設計，一共有4層。同時咧，佢嘅建築面積咧係達到2200尺到6600尺之間嘅。咁咧呢度咧每一間仲可以送俾你2到6個嘅車位。咁呢度嘅總價大概就係1100萬起，實用率咧可以講係非常之高嘅。今日帶大家睇嘅就係呢一間接近5000尺嘅雙拼別墅，呢一度就係你一個前花園。一入到嚟就係一個3面採光嘅超級大橫廳，喺呢個位就可以做一個開放式嘅廚房。出邊就係每一戶都會有嘅私家獨立花園啦。而家上到嚟2樓啦，因為呢邊咧係無坯交付嘅，所以嗰個設計改動性都係非常之高。我就會建議兩邊各做一間房，呢一邊俾你嘅男小朋友，嗰邊俾你嘅女小朋友，中間就做一個兒童遊樂園，滿足佢哋。而家我哋就上到嚟3樓，呢一度成層都可以俾你設計成一個主人套房。呢一邊放一張2米嘅大床，呢一邊做一個咁大型嘅衣帽間，你又覺得點呢？個重點就係呢一度可以做一個溫泉露天嘅浴缸，唔知你又滿唔滿意呢？我哋而家就上到嚟4樓天台嘅位置，雖然呢度嘅實用率係唔高，但係呢度係全贈送嘅，呢度就滿足到你可以放呢個空調機、煮機嘅位置，同埋平時一個洗衫、晾衫、曬被，完全係足夠嘅。嚟到地下室，足足有成1600尺咁大，同樣咧你都可以自己設計翻呢度嘅戶型空間咧，全圍多邊，俾到你一個滿嘅安全感。同時呢度周邊咧都係一個自帶嘅商業配套，皇家馬德里、獅門娛樂天地、創新坊購物中心等，俾你有一個吃喝玩樂一站式嘅體驗。咁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一種咧，就係雙睡形式嘅別墅產品。咁呢一間佢嘅總價大概就係1100萬人仔左右嘅。咁頭先我就係以一種居住嘅形式同大家去介紹翻。咁其實呢度咧仲可以將每一層做到一個獨門獨戶，分別租俾唔同嘅公司，做到呢個投資嘅最大化嘅。咁想了解更加詳細嘅資料，記得 WhatsApp 翻我咯。買樓穩就勝，唔會懵成成。